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啊，恁感觉今仔日敢有机会搁摕到宝藏？一定有的一定有。啊，你有信心无？有。你咧？有。好，啊，等一下好好表现哦，招问新闻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大家好。今仔日来的小朋友来到神殿，是毋是要来摕宝藏？要来摕宝藏哦，爱保持这个平常心。即摆哦，你的面爱放轻松。我等下哦，讲到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要活动一下哦。好，你的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健康。鼻孔？你鼻孔做了就好，你看头前。哦，我一个真小过来。你的干嘛？鼻孔足流利，真好。那呢，即摆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来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大安爬爬照，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来，哎呀，来个中。哦，刷是要来，去倒啦？hen信，嘿，安怎？hen信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就是想要去一个所在，啊，想讲要去佚佗，啊，我即摆咧找看卖有倒位通好佚佗啊，通好耍啊。头先你的队名，我听起来介特别哦，叫啥？大安爬爬照。恁讲大安爬爬照，表示讲恁定定走去别个所在佚佗，你敢有啥物所在推荐互我？玉信。阮大安区有足侪好耍的所在，像古街啊、公园啊，暗时嘛会当去夜市啊踅踅咧。哦，袂歹哦，冠军呢？我着休困的时阵会是当去爬山，也是去外口行行咧。哦，爬山行行的，哈利，咱老朋友啊，推荐一个好耍的所在。啊是我想无呢，想无？我住喺新北市咯。你新北市哦？新北市倒位？永和。有啥物好食物件你会当推好荐？食的物件哦，妈祖面。妈祖面，哎唔呦，知呢，是食落迄妈祖的会出物件海呢。安尼哦？无啦。无是啥？咱叫妈祖面，是妈祖迄边来的，就是咱的嘿，妈祖的迄边来的。妈祖迄个岛嘿，岛来的面，嘿，我们叫妈祖面。爱食起来气味是啥物感觉？胖胖啊。芳芳哦，妈祖面，会当多谢去试食哈利，拢推荐了袂歹。啊，即摆要开始啊哦，无共款的游戏哦，有信心无？好，来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咱这拄到老朋友，就是想要甲因开讲，哎呀，熟悉一下咱的新朋友啊，新的朋友啊。要是你平常时有做啥物运动？拍球、拍啥物球？篮球。篮球。哦，听讲阿龙嘛是介拍篮球。对，篮球是伊教我啊。介意的。哦哦你，哈利你介意的哦？对，我会使的。你使哇！学长啊，学长，我会使啦，你倒地啊就对了啦。对，我做对啊。哦，啊，你今仔日带倒地啊来参加这个算比赛就对了，差不多。差不多这个意思，袂歹哦。啊，另外一位咧，敢有另外一位是默契哦你的啥？我介意。哎呀，你关系介意？我介意，其实嘛，无啥熟悉。哦，真是。好啦好啦，
非得今仔日斗做伙，就大家好好骂者，好好算者，吼。来哦，准备接招哦，开始啊！林大家。啊！接不好哦，阿里。哎，先哦，先哦准。哎，阿龙有啊。电火球啊！水哦，电火球啊！有心。哎呦，看好。好。三斤。对啦，那这个三斤。哎。鸡毛切。鸡毛切。请。对，好，对，胜利对，鸡毛请。鸡毛请。最酷啊！水哦，阿龙厉害哦，看到介准哦，把心都介准。练心啊！好 ，bounce， 后一题。来，咪甲你讲哦。好算。好线对，看明才不准。灰三。无啥确定，来咪甲你讲。唔知。一粒米8粒干。水啦，一粒米8粒干。 6日。 6日对，6日。即摆有一个茶啊，著名的，什么茶啊？啥啦，唔对。哈利那是古水哈利。看无。印色对，哎。 起头啦！水啦，起头啊！时间要到。哎呦，过20几秒。喊镜，嘿，对，喊镜就是你足喊的。嘿，来。村三道会。对，囡仔人尻川三道会。嘿。水暗。哎呦，厉害哦，水暗哦，大陆拼音嘛真正拼到真好。阿农。 5秒5秒，开抓手，唔对，好开始。听众来看卖，恁到底对到几题吼？来，头先恁无念对的，咱一个一个来看过。好，大陆拼音，迄安怎念？乱情啊！乱情啊，无唔对。好，咱来看，花啥？花瓣。花瓣无唔对，头先是啥无讲出？花干嘛？干袂使。无共，形体无共。啊，毋过就是拢是花瓶啊，好，什么茶啊？家枝啊。嘿，家枝茶啊无？家枝啊，啊，搁一个抓线，啊吧，咱亏线无？扇子。好，拢总1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林大家。台语上练长，咱啊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步落来进前，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。哦，来到这个关卡，恁就要好好形容哦，真重要哦。恁爱讲互恁2个同学听哦，用你上介意的运动来小可试看卖，小形容看卖。冠群，你介意什么运动？我介意拍乒乓。你看到这个题目乒乓出来，你会安怎形容？我会讲，感觉小的球，伊是伫桌顶的运动。咁佫有佫一个就好。你手头爱摕一个球杯。手爱摕球杯，才有法度算。哦，安尼应该摇会出来哦。恁就尽量摇，啊，若是摇袂出来，咱就甲 pass， 好不？勇敢的 pass， 勇敢的 pass 嘛是一种策略。来哦来哦，准备接招，林大家。好，开始哦，讲话。哎，记看题目。就是你要摕迄来，互你的头毛顺顺的。摕迄个物件，互头毛顺顺的。啊你头毛的时阵，查甫的较少咧用。查甫较少咧用。我们绑头毛拢会用迄。几个字？ 2个字。放弃。你若是有时食早顿的食这，
伊内底有青烧的菜，葱仔饼，哎，对，水哦，后一个。这内底会饲真侪动物，2个字。饲真侪动物。伊内底有可能会饲鸡，嘛有可能饲龙场。哎，水哦。袂歹袂歹。哦，药性足强的哦。你会当去内底找着你袂晓写的物件，字典。哦，对。好有啊，阮体育课有咧上的，是一种恁阿公阿嬷因细汉时阵咧佚佗的2个字，伊甲天顶的天气有关系，伊的字。哎呦，伊会使弹起哩。要 pass 啊，是要继续 pass。你会当用伊来查资料，阮即马咧上啥物课拢会用电脑。水啊。阮即马拄则看到遐个工作人员有咧食的，需要有咧卖。鸡排。晒你。晒你，姜做鸡。卡的糖，飞机卡的动物，还是有乌色的。来，迄是一种蛇，但是伊甲阮伫灶骹看到的物件的字有淡薄仔亲像。伊是一种蛇，迄种蛇足歹。pass。好。这我袂晓 pass。阮手甲骹拢有诶，细一条诶。天不啦？有。哦，毋是。 10支。有10支。 pass 伊要无到人嘞。几个字？来，阮暗顿会食诶。有包菜啊，2个字哦。有包啊。有包菜。伊是用煮诶。用煮的什么型的？用啥？水饺。嘿，对。袂歹。阮会用手指头仔来弹。小林藤。冻鸡。真厉害啊，真厉害。已经足厉害。非常的厉害。哇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讲真上侪题的。啊，到底讲对讲唔对，咱做伙来看嘛咧。听大家，真正是，我唔知影哈利今仔日是来创啥。你嘛唔知哦？是来加油的啦。你安尼灌混啊，自头到尾都一直伫遐白到尽心尽力，啊，你睡落来。而且伊逐摆拢一直伫形容，啊，你就。无，因为我要讲的时阵，我惊我去甲吵着，因听无清楚，所以伊咧讲的时阵，我就点点莫讲。无啦，因头拄有讨论啦，伊就是无穿学校的裤啦。对啊，小骨啊。你看冠军的头毛拢淡糊糊啊，你搁打打。哎，规只讲拢寒。对啊，真正是无咱做伙看啦。看嘛，第一个是啥？头仔甲撸啊。梳子，对不对？咱头仔甲头毛啊用我整齐，对不对？啊，搁有啥头仔讲？啊，你有讲着，咱查甫较少咧用着，系啊，系嘛？安尼你有贡献着，我有甲你记起来，嘿，啊，就记起来，就讲即句。我拢就嘛有讲啊。啊，你拢你讲，你讲啥？我讲内底可能会饲鸡。啊，迄甲我讲的差不多，我讲内底有饲动物啊。你看啦。歹势吼，拢对。其实你拢约到真好啦，尤其是那玉成甲阿龙。因最后去联想，拢会去想到，啊，就会直接讲出来，啊，就对啊。因真敢讲，啊，所以答案就出来。是。啊，迄啥？风雷就咱的草林。草林迄粒草林嘿，迄粒。咱看觅啊，搁有讲到啊，伊是一种蛇，3个字。你敢知迄啥物蛇？枸杞是眼镜蛇。真歹，对，眼镜蛇。枸杞是眼镜蛇。恁头仔直接讲就讲目镜蛇，还是讲？饭丝青，两种讲法。咱做伙讲看觅饭丝青。饭丝青。因为伊就像汤匙仔共款无，伊若歹起来时阵就变安尼无。啊，汤匙仔是毋是嘛安尼？对，所以叫饭丝青。好，来看觅你得到几题，拢总得到7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太厉害哦！即摆几个金扣扣，2个金扣扣，同尾关有信心无？好，来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总讲一句，2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2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伊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
过去哦，我家己国小的时阵嘛，嘛有参加演讲的比赛，但是听讲即摆的形式无啥共款。听讲是啥？真劲的演说是毋是？这个什么无？即种的甲以前有啥无共啊？恁啥有参加过？好，冠军甲玉胜，啊，你捌参加过？迄是啥物款的状况？就是你会伫比赛进前先摕到一张图，你有30分钟的时阵会当看，爱练习。你爱用这4张图来讲一个故事，时间袂当伤短，嘛袂当伤长。啊，时间是限制伫咧偌久以来讲了2分半到3分钟。哦，所以你掠到足准的。啊，恁讲故事的时候需要有感情无？当然嘛爱啊！当然嘛爱啊！啊，你演戏讲台词的时阵，你敢要有感情？伊就是讲教啥？动作。动作，这是困难的呢。这无简单呢，而且30分钟，你阁无一定讲是就抽到迄张，你就一直开始练习就是差不多。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好啦，今摆就直接来比赛哦。哦，爱甲咱这动物都赶尾厝的哦，好不好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好，开始啊！大家拢先拢选样啊，因为也上近。哦，较细啦。头皮啊顶悬吼。我你样啊讲较无共哦。哎呦，轻轻啊，轻轻啊。爱轻一个啦，爱起你哦，爱起你哦，头皮啊起你哦。过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过来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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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过来过来。我用扫帚来扫粪扫。我用扫帚来扫粪扫，对。来后一个动物。来徛鹅徛鹅。共同合作一个哦。哦哦哦哦！敢有遮准？来，轻轻啊，乖乖啊！伊卡住卡掉呀！你哪敢若你行吧？加油加油！好，比。好，来。代志的结局有影像阿母想的同款。哦，厉害！哦，哎呀，阿秀。加油！甲赶去哩！下面落来较轻的啊！哦，来较轻的。哎呦！好，会使。有一只鸟鼠咧月球面顶咧顶面佚佗。好，对，来，同买一只狗仔，要等去狗仔的厝哦。要剩30秒哦。赶转来。今日还有30秒哦。好，豆豆。加油！30秒啊！也卡上。要等去狗仔的厝哦。要剩30秒哦。好。赶转来。今日还有30秒哦。好，豆豆。加油！30秒啊！也卡上。今日买笔记啊！叶头，安尼有啊！好，有啊！来。无剩时间。啊，时间袂有。来，咱做伙出来。这边咱做伙来复习一下吼。第一个是啥？笨手甲扫帚。笨手甲扫帚，头先是安怎讲？我讲我用笨手来扫，我用扫帚我用来笨手来扫。扫笨，哦，我用扫帚来扫笨手。哦，涂加真侪笨手，我用扫帚来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变扫一个。啊，有影，头先是安怎讲？代志的结局有影像阿母想的同款。哦，有其他人有其他的想法。阿里山的风景影是世界水。哎呦，有影是世界水的啦，真好。我嘛是世界水。啊，对。快出来！这白茶话。你有影水，我要叫我破的啦。好，月球甲鸟鼠。哦，鸟鼠，你头先讲啥？我迄个时阵是讲有一只鸟鼠咧月球面顶佚佗。月球敢会有鸟鼠？无啊，我这故事嘛。哦，故事在人编的嘛。嘿啊。哦，鸟鼠甲月球食落。哎呦，安尼世界恐怖呢。安尼真恐怖嘛？安尼我嘛是用这种无共款的想法啦。咱即摆来看到恁钓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恭喜你！
抱我声拍甲遮尔啊重，拢无停我的耳有淡薄仔疼。啊，毋过这毋是重点，重点是你有3个金箍箍，有3个摕宝藏的机会，有信不信无？摕到无？现来教。真正厉害啦！参加的机会，第一个机会要互啥？先互你，轻轻松松。先互你，看安尼，哦，你算你冠魂算。算啊，冠魂要先算啊。安尼就先是哪里好？哪里？试看卖，非常有3届的机会嘛吼。较轻呢，较轻呢。我讲请试落的时阵试落哦。第一个金箍箍要选到哪里？敢有可能呢？请试落。漏气啊！不要紧，还有2个金箍箍。啥物来决定，还是做伙决定？哈利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加多石头纸啊？输的起，输的棋啊！加多石头切，加多石头切。来哦！安尼是。你毋是讲输的？对啊，啊，输啊！你2个搁客啊？嘿！哎，赶快好转，哎，继续。变好，天。哎阿妹，我来讲请试落啦，我激动，我激动。好来哦，请试落。信不信会了？是，你顶届摕到宝藏是你选的吗？我选的，是嘛是你选的？啊，顶届是倒一个动物？你个当归酸牛。哎呦，真紧张哦！我甲你讲，这届礼物无共款。进前当尾选有出现过啊，还是这届换招好？但是无你要上分。我无钱啦。好啊，决定啊未？招好，招好啦，招好。要换无？无啊。真正要换？对。我讲金箍箍要送你。到底恁来国小敢会第2届甲宝藏抓着？请试落。颁奖！机械手，这届是机械手，非常的厉害，伊通啊套的手是毋是？而且我甲你讲，我建议大家甲这做好了后去学校。你就是行美校，现来教，现来教，会晓无？会晓无？老师今摆下课，听来现来教，满意无啦？啊，毋过我感觉因这转来，因的台语阁愈好，进步就多。绝对有进步。嘿啊，啊继续讲好毋好？好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讲台语。